今日會帶大家去到羅湖嘅九龍灣水會。我哋唔係香港嘅九龍灣，係帶大家去你心目中嘅九龍灣。識得我嘅觀眾都知道，呢個場我以前都留咗唔少腳毛喺度，唔多唔少都有啲情意結，所以今次幫大家攞咗個優惠。想知係乜嘢優惠，就一定要睇到最後啦。大家好，又係我啊，桑拿仔。影片開始之前，記得老規矩，幫手點讚、訂閱同埋撳埋個啷啷。你嘅支持就係我繼續拍片最大嘅動力。另外，我都要戴翻個頭盔先。本片純屬我親身體驗後嘅真實分享，只供參考，不構成任何建議或宣傳，請大家自行判斷。出發之前去食啲嘢醫下個肚先。行過向西村見到呢間脆皮烤魚，食飽飽先至有力玩。雖然呢間嘢平平地，但食物質素整體唔錯。條魚嘅外皮咧真係非常之脆卜卜，入邊嘅魚肉都鮮嫩。調味方面有少少辣，適合香港人嘅口味。2兜油埋單都唔使200蚊。整體而言，呢個價位咧性價比唔錯噶啦，啱晒去按摩前咧醫一醫個肚，又唔使食到好飽喎。咁都同大家講講呢間水會嘅歷史。佢其實都算係羅湖區老字號嘅水會，以前佢都好旺場下，好多時都要排隊入房。咁依家場地就翻新咗，裝修同埋班底都有換過，新人士新作風，咁有好嘢我梗係要過嚟睇下啦。先講一講佢嘅位置，九龍灣水會位於羅湖嘅中心地帶，搭地鐵過嚟就喺向西村 A1 出口落車，一行出去直行大約3分鐘到就到噶啦。門口唔難揾，入到大堂之後就搭電梯上13樓，入去之後就可以攞鎖匙擺入更衣室沖涼。更衣室同埋沖涼位咧裝修之後就企理咗好多，雖然唔係超豪華嗰一種，但整體都算乾淨企理。有6個沖涼位，水壓同熱水都夠嘅，沖涼位亦都冇尿壓味。但更衣室我就略嫌有少少細啦，不過夠用就得。換完衫之後我就出大堂坐一陣休息下。呢度星期6日會有自助餐供應，4餸1湯加白飯任裝。有陣時一支公上嚟唔知食咩好，咁按完摩食埋嘢先返去就啱啱好啦。頭先呢淨係食咗條烤魚啦，咁依家都有少少肚餓，我就之後嗌咗碗麵食下。估唔到呢碗麵辣辣地啦，加隻蛋，個味道又唔錯喎。食完之後有氣有力繼續玩。啱啱食麵嘅時候，見到呢度嘅理療師非常專業。順便講下個大堂，呢度嘅大堂咧設計都幾有特色，整體採用深藍色嘅燈光色調。最吸引嘅地方係天花板咧打造咗好似一個宇宙咁樣嘅星星天幕，喺度瞓喺度望上去，啲星星咁就閃啊閃啊，即刻有啲想瞓覺嘅感覺，視覺上都即時放鬆晒。咁喺呢個咁舒服嘅環境底下啦，理療師仲會提供腿部嘅按摩服務。加上師傅嘅手法柔軟，力度均勻，尤其係按大髀同小腿經絡嘅位置啦，感覺好舒服，放鬆效果非常明顯。按完之後，成個人咧血氣都順咗好多，非常適合想放鬆下半身嘅師兄。當然啦，如果你想體驗更加針對性嘅深層護理或者延長按摩服務，大家可以同理療師溝通，視乎你嘅需要同預算。呢度都有唔同級別嘅養生項目選擇，好多師兄嚟到啦，都會喺呢個環節度咧加鐘或者升級套餐，令到整個放鬆嘅過程咧更加極致同埋豐富啊！收費亦都唔貴喎，只需要500零蚊就可以。之後我就入房做全身嘅經絡推油。入到房之後，感覺房間咧乾淨整齊，冇異味嘅。雖然空間有少少細，但整體都舒適嘅。師傅身形瘦削啦，長頭髮，態度專業，手法比較有特色。尤其係拍打同穴位按壓嗰部分啦，力水準確，酸爽感覺明顯。喺按得最舒服嘅時候，見到呢位師傅都幾好傾喎，我就忍唔住同佢講下笑，順便幫大家打聽一下呢度嘅信息。我想問一下，如果你覺得這裡最漂亮的姿勢是哪一個號碼？號碼呀？對啊，自己是最漂亮的。你是幾多號？我是4個1。4個1。對。好，知道。好。你按得那麼舒服，你男朋友一定很開心，對嗎？開不開心啊？1個小時的男朋友開不開心？很開心。按完之後，全身壓力都釋放晒，之後成個人好輕鬆。另外，如果大家想體驗更高級、更深入嘅全身舒壓服務，呢度亦都有提供。視乎客人嘅需求同埋預算，你可以直接同師傅商量升級更加高級嘅養生護理。有部分師兄就會選擇升級至尊套餐，得到更全面、更貼心嘅1對1服務體驗。呢個環節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當日嘅疲勞度去決定升唔升級。升級咗之後嘅收費就係500蚊，呢個收費已經全包㗎喇，小費都包埋，唔使額外再俾。
咁按完摩之後行返出大廳，都見到有幾個唔同風格嘅師傅。呢度嘅師傅陣容都幾多元化，除咗頭先幫我按嗰位之外，仲有部分師傅嘅外在形象相當唔錯。無論你係專注手法經絡調理啦，定係中意比較啱傾、識講廣東話嘅，又或者係服務貼心親切嘅互動風格，大家都可以按照唔同嘅需求或者個人嘅喜好去選擇啱自己嘅師傅。最後幫大家總結一下，今次呢個港式至尊養生項目啦，收費只需要500蚊。美容師嘅腿部按摩 SPA 項目啦，就係500蚊多少少。今次我仲幫大家攞到一個少少嘅優惠，大家過嚟嘅時候啦，可以喺前台報桑拿仔，咁啊就可以報銷你嘅20蚊的士錢。想知道更多優惠啦，同埋想詳細了解資料，歡迎加入我哋呢個群組。大家又有冇其他場想我幫你哋去了解一下呢？歡迎喺下邊留言，我會幫大家去探下路。本片純屬個人分享，只供參考啊！北上消費啦，記住做好功課，注意安全同埋健康，記得幫手點讚、訂閱同埋撳埋個啷啷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